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琴。小邓老师，时间过得好快哦，一个礼拜和观众朋友见一次面。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不知不觉已经播出45集了，真的不简单哦。是呀。差唔多1年嘅時間啊，會過去咧。真嘅非常感謝咁多觀眾朋友嘅支持，有大家嘅支持肯定，就係幫我哋最大嘅鼓勵哦。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感謝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，給我們機會，讓我和小鄧老師可以分享客家文化。真嘅非常感謝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幫我老小青兩沙機會啊，從一位主持客家嘅節目，客家文化傳承咧，語言文化係最重要嘅。你今本日出嚟介紹客家習時賢文。習時賢文，這是古代兒童啟蒙書目。前幾集我們曾播出這個單元，好多觀眾都好喜歡這個單元呢。錯啊，也係頭擺故事台同盟讀本啊。講拍來講，就係只講頭擺嘅讀書人都係讀嘅書。小鄧老師，我們就開始吧。逢年恰說三分花，逢年恰說三分花。為可全袍一片行，為可全袍一片行。逢年恰說三分花，為可全袍一片行。意思係講多多年，均可將自家心肝肚嘅話講出3分就好，唔好一下全部講出來，有陣時本人買睇下唔抵哦。對人說話要留有餘地，不要一吐為快哦，不能把心的話全都說出來，因為人心難測啊。過來也記哦，有意在發，發不發；有意在發，發不發。無心插柳柳成蔭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有意在發，發不發；無心插柳柳成蔭。意思係講世事難料，有時間想全心全意來種花，結果啥種唔會生，冇想到愛種嘅樹啊，青菜菜，冇想到啥生到當太頭。也就是說，想辦的事情卻沒達到目的，沒想到會辦成的事，居然辦到了。過來喲，發夫發皮難發骨。發夫發皮難發骨，敵人敵面不敵心，敵人敵面不敵心。發夫發皮難發骨，敵人敵面不敵心。意思就是呢，了解人表面比較容易，了解人的內心和思想呢，卻很困難哦。錢財已分土，錢財已分土。人意出千金，人意出千金。錢財已分土，人意出千金。意思就是說呢，錢財並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呢，做人的仁義和道德。而人不要因為追求錢財而背離了仁義道德哦。路有地馬力，路有地馬力，施救見人心，施救見人心。路有地馬力，施救見人心。馬係愛走當長遠嘅路頭，將會知道係唔係有好腳力咯。人咪愛經過當長嘅時間，將會了解自己心術好唔好。路途遙遠才知道馬的腳力，人要相處久了，才能了解他的為人。過來講一句哦，兩人一般行。兩人一般行，冇錢看賣金，冇錢看賣金。一人一般行，一人一般行。有錢難買真，有錢難買真。兩人一般行，冇錢看賣金。一人一般行，
有錢難買真，意思就係講兩者那係有窮心嘛，趁錢來買金嘅，咩唔係難事。不過係一時一樣心，想要買幾真都有可能有困難哦。兩個人呢，如果能夠一條心呢，日子會越過越好；反之，則是越過越窮，一事無成。講定啊！你好好自家天使學院，見本日就講到呢咯。你下來你觀眾朋友講，真來了哦，真來了，真來了。